歡迎由頻道開始前呢訂閱網站，咁呢就嚟試下一個馬莎嘅 MC20，睇下同 GTR 特別嘅速度，睇下邊個快啲。有直線加速 GTR 係快啲，有要講乜？再加速，佢都喺前面。呢邊速度會拉快少少，睇下可唔可以追到，都唔係好追得到，佢仲要俾隔離超一超。手殘係可以揀嘅 GTR 特別版嘅，抽嗰個詞會比較好，而且上線要送70抽，就好過用呢架馬莎。全程其實都係 GTR 領先嚟跑嘅，但係轉彎就係，然後而家根本上係俾佢吊住嚟跑，我都係去抽一抽個詞嗰個，呢架車速度都係唔夠 GTR 嗰個新版咁快。好啦，為咗實測咧，咁我就特登去試下呢個 GTR 嘅特別版。好睇佢呢度速度啦，直線加速係可以拉到好快。呢個位轉，手殘嘅人係特別適合呢架車。而且你可以見到我右邊嗰粒掣我係完全冇撳嘅，啱啱過彎。咁樣加速，就算係好大角度嘅轉彎都好，佢嘅速度都好快可以上返去。為咗更好嘅對比，我都攞咗舊款嘅就測試，係快咗成秒咁多。冇諗過多咗寬體反而更加快。好啦，呢條片就咁，下集再見，大家拜拜。